中国有公布2项重要的数字，讲去年中国总人口是14.09万人，有比顶一年是减超过200万人，这已经是连续2年人口数拢在降。另外，去年中国的经济成长率是5.2%，虽然有保调5%的目标，不过即马有调查显示讲，今年和明年因的成长率可能会更较歹。刚刚过去的2023年，中国经济总体回升向好，预计我们的经济总量 GDP 的增幅在5.2%左右。中国总理李强昨日伫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说时表示，中国去年经济成长率是5.2%，甲中国统计局隔当天公布的数据符合。虽然保调去年初所设定的目标5%，不过伫继续的通缩压力，甲房地产危机犹原无缓解的情况，今年甲明年无啥乐观。路透社上新的调查显示，中国今年的成长率可能减缓到10.6%，2025年进一步降到4.5%。那影响经济动能的因素之一。就是劳动力。年末全国人口是14.967万人，比上年末减少208万人。全年出生人口902万人，人口出生率为6.39%。根据官方最新数据，中国去年人口成长高呈现衰退。分析认为，劳动力萎缩长期来讲，会对中国经济成长前途产生负面冲击。中国伫2022年人口头一摆出现1960年代以来负成长，全球人口上济国家的头衔，也伫去年4月让予印度。专家认为，人口数减弱、甲经济无好、失业率真高等因素，造成少年人较慢结婚生囝计划有关系，就算有政策奖励作用也不大。但是大家不会因为这个去生孩子，或者是因为那些奖励去，对那些奖励它是辅助的，不是根本原因啊。部分学者认为，中国人口已经伫2021年达到高峰，未来人口减少的状况会加做新常态。公司新闻张惠敏评论。